出了古墓之后，还能这样一直相依相伴，那我还有个当务之急的事情要去办，报恩。这么帅是吗？都是特意为你打扮。说，假扮孙悟空到底有什么阴谋？换回你自己的脸，别让我看到你有大圣的样子。谁稀罕这张脸啊？明明我自己。仙子姐姐，你看，你摸着良心点评一下，是不是我这张脸更帅？少废话，以后不允许你再用大圣的脸招摇撞骗。哎呀，这不关我的事啊，这是孙悟空拜托我的。好，以后呢，我在仙子姐姐面前呢，就用我自己这张帅脸，在外呢一律就用猴脸，这总行了吧？满意吗？哎，仙子姐姐，你要再不满意，我真的没有办法了。猴子都长一个样哎，大不了啊，兄弟交代的事情我不办了，我还想做我自己呢。行了，你告诉我孙悟空到底在哪？他应该在五指山附近。又是五指山？对啊，他走之前是这么说的。喂，干嘛？是真是假，去看看就知道了。你要是敢骗我，我就把你压在五指山下面，风吹日晒，重新数羊。走。哎，孙悟空呢？啊，孙悟空啊。他当时只跟我说呀，他只会在这附近出现，具体在哪里出现，出现在哪里，他并没有告诉我。一言不合就插眼啊！仙子，我没有骗你，干嘛这么残暴啊？暂且放过你。找到那个给你3颗痣的人了吗？我今天又做这个梦了。无论如何，你们今天都必须告诉我，不能再搪塞我、隐瞒我了。快说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宝啊，今天是你18岁的生日，娘给你煮碗面吃啊！忽然好想去洗个澡啊！你给我坐下，谁都别给我转移话题。现在立刻马上告诉我为什么？这算个谁呀？当然是至尊宝了。我们《大话西游》有老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，尤其是我们家宝，哎，不可能20集以后再讲吧？哎，所以说呢，我提前披露500年以后的部分故事，那就是至尊宝在当山贼以前的事儿。哎，谁的银票？什么银？这不是我的银票吗？怎么掉地上了呢？银票总觉得应该干点什么呀？是啊，干点什么呢？对呀，干点什么呢？哎，不如去赌啊！有道理呀！好想去赌啊！到了赌桌上，要记住爹教你的5字口诀：人、道、文、狠、固。多玩一会儿，
千万别急着回来。没问题，输光了让你娘给你送钱去。放心。小的们，人呢？我怎么这么有钱呢？陪我庆生去！大！局压大，要不要换那个小啊？换什么换呀？我压大，他胆还小了。大！哎，老大说的是。老大今天好手气啊！拿去，拿走，都是你们的啊！我今天开心，我今天要去吃饭，没钱了，真傻。开不开心啊？开心！那咱们改天再聚啊！好。老大，你的脸上。爹，娘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？至尊宝，今天我们要告诉你一个故事，你要听好。什么故事？我叫孙金巧，我叫赵大宝，我俩本是青梅竹马两相好，郎才女貌配成双，喜结良缘共春宵。为何天公不作为，让我受煎熬？婚后7年未有后，我心真寂寥。便是名医吃苦药，依旧没疗效。就在我俩心如死灰，准备放弃的时候，突然出现了改变我俩一生的神秘人。那一夜，日黑又风高，有人来把家门敲。开门看，见一神秘人怀中一襁褓。接过襁褓来，婴儿朝我笑。神秘人交代，孩子要养好。儿啊，你现在知道我们的秘密了吧？你们竟然还有一个孩子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没有啊，哪儿还有另外一个孩子？你们刚才讲的那么清楚，还想隐瞒我？你当我傻呀你？神秘人许下重金，孩子取名至尊宝。你们还给他取了一个跟我一样的名字？那个孩子就是你呀！说了半天你没听明白是不是？不可能，爹，娘，不要跟我开这样的玩笑。你们怎么这么幽默呢？这个秘密我们两个保守了18年，今天不得不说了。因为那个神秘人又来了，在哪儿呢？
写着神秘人，你就是神秘人了呀？你也太敷衍了吧！换个这个，要不要这么草率呀？这回总可以了吧？难怪，你这张脸也实在是太不神秘了。我这次来就是要告诉你，你不用多说，我是不会离开我的家人的。虽然他们没有给过我生命，但是却养育了我18年，他们在我的心里永远都是我的亲人。我不管你多么的有权有势，我也不管你有多少的荣华富贵，我是不会认你的。你误会了，我既不是你的亲人，也没有荣华富贵给你，我只是想让你去五岳山上做个山贼。开什么玩笑呢？我在家有钱有吃有喝有住，我为什么要去做山贼呢？其实，你真的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啊。没办法啊，家里这么多年吃喝穿戴，是他给的。不然哪有那么多钱让你挥霍呀？当山贼也挺好的，打打杀杀，多快活呀！就是。你们这是不顾及我们之间18年的情谊，这是要赶我出家门。当然不是了，我凡事都是有商量的。路途遥远，饭要吃好。山上寒气大，记得加衣服啊。没想到你们是这么狠心的人，不就是当山贼吗？也罢，我去还不行吗？但是我告诉你，你们可千万别后悔，只要我今天踏出这一步，我们就恩断。路上小心啊！一绝。枉我一片孝心，你们就这样对我是不是？如果我再回来的话，我就是你们的儿子。算了，不就是做个山贼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们不要我了，我还有一大帮兄弟陪着我。山贼，哼，山贼就山贼。这个是对你们18年来辛苦的答谢。不要，之前要您的钱都是为了让那个臭小子能过得好些，现在他人都走了，我们还要那么多钱干嘛呀？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您慢走。慢走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人都走了，我就去看一眼。哎，你说，我们刚才是不是演得太绝了？绝就绝吧，总之你不能去啊。这个神秘人，不是神仙也是妖怪，神出鬼没的，厉害得很。这要是让他发现咱们偷偷的去看儿子，你我这2条命没了就没了，那连累了儿子怎么办呢？养了18年的儿子，说送走，就送走了。早知道这样，当初还不如不养。哎呀，你就别说傻话了。咱们宝儿多乖呀，从小就那么孝顺，知道我爱吃鱼头，每次都把鱼头给我留着。你说，宝儿会不会被人欺负呀？哎呀，你就放心吧。宝儿多聪明啊，向来都是他欺负别人。
东西呢？咱们五岳山，在500年前叫五指山，传说是佛祖一个巴掌给拍出来的。有了佛祖的庇佑，这山洞中必定有东西。想不到，果然被我猪八找到了。弟兄们，我们斧头帮一统五岳山的机会到了！大家威武，斧头帮万岁！可是，按照五岳山的规矩，山中宝藏人人有份儿。我们若想独吞，只能一点一点偷着拿出去卖。大路已经被昆仑派霸占了，所以我们只能走小路，绕开他们。大当家，宝藏的位置在昆仑派和咱们斧头帮的交界处，要不要派人看着？你傻呀？找人看着不等于告诉他了我们找到宝藏了吗？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大当家，昆仑派财大势大，被他们发现，我们就完了。我自有办法。快点，麻利点。那边，那边，那边。快点。我们在这里各处都埋下火药，但凡走入者都是死路一条。另外，立个牌子，写上火药危险，这样就没人敢靠近它。就算有人觉得这是障眼法，硬要闯进来，那他也是死路一条啊！大当家好计策，雷埋得这么密，别说是昆仑派了，我们自己都过不去。我们撤退的安全路线准备好了没有啊？放心，有我在，这里很安全。哎，什么安全路线？什么安全路线？啊？那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，我也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不是我的亲生父母。老大，你爹就抽大宝，你就至尊宝，这么明显，你都没有想到吗？这很容易想到吗？可能需要稍微理一下这个思路。哎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不论如何，我游戏人间的日子我已经过够了。从今天起，我决定上五岳山做山贼。我们是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的好兄弟，愿意来的，跟我一起，我带着你们过好日子。来！
往右边点，使劲点扇。老大还热吗？可以。大哥有情况。来了帮人进了我们五岳山，还坐着轿子。啊！这是哪个不要命的，敢大摇大摆的闯我们的五岳山？就是。通知各帮会的兄弟，有肉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告诉大家，有钱的抢钱，没钱的丢去喂猪。哎呀，老大，这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头啊？累死了。老大。 这山里除了树就是草，也没啥可耍的。要不咱们回去吧？是啊，这上山总比陪姑娘逛园子还累呢。哎，我说你们怎么这么没出息呢？啊，这才哪儿到哪儿，这就天天喊累，以后怎么占山为王？这打家劫舍、强抢民女，哪个不比上山累啊？打起精神点啊！咱们一口气拿下五岳山！拿下五岳山！ 过来，扶一下。这。哎呦，小光头，站这儿有何贵干啊？这是哪个龟孙子这么大的口气，敢来我五岳山撒野？你喊谁龟孙子呢？啊，小光头，龟孙子喊你呢。龟孙子见了爷爷，你不下跪啊？ 油嘴滑舌的，看我不捉了你去喂猪！哎呦，我好怕呀！你就一个人啊，口气还不小，你凭什么呀？你看看我到底是不是一个人？兄弟们，都给我出来！你就以为你有兄弟？ 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兄弟也不少，兄弟们！兄弟，大哥，见面嘛，咱都是朋友，是不是？啊，咱不得有话好好说嘛，对不对？有话好好说。大哥。 今天是初10，黄历上说呢，不能杀人，红色破运势，而且今天还是水逆，你们呀，要是见了血都会倒霉的。你们谁来？这个时候大家就不要谦虚了嘛，只要给我一个眼神就可以了。你，还有你，不是有完没完呀？你们啊，要杀还是不杀呀？不杀的话，就放我走吧。你们这群废物，我自己来。大哥，我死之前能不能满足我一个愿望？你说吧。你们本来就以多欺少，你满足我一个愿望，这样传出去，大家也不会觉得丢脸啊。什么愿望？我答应你就是了。放了我！哎，算你们讲信用啊！大哥，总感觉哪里怪怪的。我也觉着哪儿有点不对劲儿，但是我这个人向来说话算话的呀。坏了，上当了！你到底想怎么样？
我告诉你，这就是我的宝贝血牙，今天正好拿你给我的血牙打牙祭，吃了它！路途遥远，饭要吃好。大哥，他不怕狗啊？不怕狗，总怕火吧？用火烧死他！啊！想不到至尊宝一世英明，竟然死得如此委屈，连句劝世都留不下。烧我啊！烧死你！别走啊！我要在这做大王，我该去找谁啊？大哥，看还是算了吧。不行，如果杀不了他，我们以后怎么在山里混呢？可是他有金刚护体，狗咬火烧都不怕，咱们杀不了他的。我看是该拿出我的秘密武器的时候了。这么大一座山，没人能告诉我怎么当大王啊？啊！我说你们真的是……哎呦，哎，你不就那大哥吗？是不是啊？哎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，怎么能够当上这儿的大王？顺便呢，再给我介绍一下流程。啊，这个简单。我们五岳山有一个传说，谁要是能完成了这个任务，谁就是我们的大王。看到这个铁桶了吗？谁要是能乘坐它顺利地滚下山去，那他就证明有统一五岳山的天赋，自然就是我们五岳山的大王。是吗？会不会有什么危险？不会，绝对不会。你看，我们的铁桶是由金铁打造的，会给你带来全方位的保护。而且这个外部有钢筋龙骨做骨架，给你的旅途更增加了舒适感。这上面的小口可以充分的通气气流，而且在途中可以让你享受我们新鲜的空气，多舒服啊！不过吧，我觉得还是有点太冒险了。这样，不如……哎，算了，咱们还是赶紧上路吧。大哥，这样子真的行吗？没问题呀！哈哈哈哈！这下我看你还不死！哈哈！休息一下。喂，猴哥，我是天竺度假呢。是，最近手头有点紧，不多，3万就够。真的？一会儿我就把卡号给你打过去啊。什么？海啸！大师，喂。哎，师傅，是我啊，老沙。最近身体怎么样，师傅？好着呢。我最近准备出国深造一下，钱啊有。对，我哪有什么困难呢？我就想打电话问候你一下。有空过来做客啊。好，再见。二师兄，我老沙，忙啥呢？什么？嫂子住院了，你这么大的事你不告诉我啊？需要钱吗？需要啊。啊，你卡号给我打过来，我一会儿给你打钱啊。好，有事说话啊。哎，借钱上钱站。
大当家！大当家，哦呦！大当家，五岳山来了一个闯山的，说是要当咱们山大王。据说他有金刚护体，狗咬不死，是火烧不坏。昆仑派让咱们开个会，商量一下对策。不去，这种苦差事想起我来了。现在谁能把我的宝藏给我拿出来，我就认谁当大王。这是对呀，这就是对，不对也对。突然又觉得那不对，那就不对，对呀不对。如果这把不是想要啊，偏又不要，不要又要。什么鬼？这人哪儿来的？神仙呐！我是王。走。慢上，快点儿。走。老大今天心情好，都拿起你们手中的杯子，给我干！你也喝，好，我也喝，喝，你也喝一杯。好。继续喝，快起来！来，兄弟们来，喝酒啊！兄弟们！小胖子，我听说你是这儿以前的大帮主呢，现在既然我来了，我觉得你就改为二当家吧。你不服是吗？二当家。帮主，我突然好喜欢这个新的名字哦，谢谢帮主。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只要你跟着我混，虽然你特别的二，但是我还是觉得，只要跟着我是亏待不了你的。谢谢帮主，谢谢帮主，帮主英明，帮主英明，帮主威武。喝酒去。来，帮主来，不用多说了，大家都是兄弟，就是喝。什么都不说了啊，喝，好喝。来哥，干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出大事！瞧着。
点声，什么大声？昆仑！昆仑派知道我们斧头帮帮主有才不怕坏了规矩，跟我们下战书了，要剿灭我们斧头帮。我要告诉帮组织。今天是帮主大喜的日子，你现在告诉他这个消息，你不得添乱吗？那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呢？交给我了，走吧。不许跟任何人说。啊！不是。你们是没劲儿还是怎么了？啊？力气，用点力气，就给我用点。嘿，帮主，来，帮主，我是二啊，帮主。你个二当家的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刚才咱们俩还没有喝酒嘞，帮主。来，咱俩刚才没喝酒啊？我怎么记得咱俩喝了呢？我们有喝过吗？啊，可能我是记错了，不如我们重新来一杯啊，好不好，帮主？你这么要跟我喝酒，你是不是想害我？开个玩笑嘛！你要喝，那我就跟你喝一杯。哎，帮主，喝个酒能怎么了？好。帮主果然海量。来，帮主，我给你倒一杯啊。这酒有点烈啊，我可是千杯不带醉的，但是呢，我现在头有点晕。岂止是头晕啊，你现在是不是看眼前的东西有点看不清楚啊？我发现你很了解我，我现在不止看不清，我四肢无力，头脑发麻。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到底是什么酒？哎，这是特意为帮助你酿的迷魂酒啊！迷魂酒。哎，来人呐，把他给我绑起来！就在刚刚，我收到了一个十分危急的消息，昆仑派由于种种原因，已经给我们斧头帮下了战书，生灭了我们斧头帮。啊，出战我们。现在就是我们斧头帮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，在这个时候，我做了一个艰难而重大的决定，那就是牺牲掉我们的帮主，来保全大家。我希望大家记住帮主的牺牲，铭记帮主的恩情。我决定，以后每年的今天都是我们斧头帮的感恩节。来人呐，把帮主绑了，都只有昆仑派。帮主，帮主，你太伟大了，帮主。你看，帮主醒了！帮主，别拉我！别拉我！陈当家，我接帮主最后一遍，行不行？别拉着我啊！刘尚，既然你这么难过，送帮主去昆仑派的大事就交给你了，好吧？